幾個月嚟，香港嘅朋友們都議論紛紛，甚至屋企人呢都叫我7月返香港避難。身為在日香港人嘅我，一開頭嘅時候都總有少少嘅不安。回歸理性嘅角度，其實日本任何時候隨時隨地都會發生地震。我嚟到日本之前呢，已經有晒呢一個心理準備去面對天災。至於係點樣去面對呢？就係喺自己能力範圍之內去做一啲準備。例如一開始租屋嘅時候，我就揀新起嘅樓，因為佢哋有新嘅防震標準，防災用品、食品都一定要買齊，要清楚避難所嘅位置同埋路線，學識喺災難發生嘅時候同埋之後要點樣冷靜處理等等。天災同埋意外一樣，都係冇辦法預計到嘅，可能下一秒就會發生，所以咧就冇特別嘅恐慌，或者成日諗住迎住嗰日會幾時到。既然選擇得喺呢一個地方生活，如果真係發生大災難嘅時候咧，個心反而係諗點樣去協助救災同埋重建，活在當下，開開心心咁樣過每一日，好好咁愛自己同埋身邊嘅人，咁樣就夠啦。雖然咧我講嘅嘢都係老生常談，但係我係真心噶。祝大家都平安。